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12 Minerals 呢個頻道，我係你哋嘅主持 AI Jason。真正嘅我係一位由加拿大回流香港，先天小腦發育障礙導致嚴重殘障嘅年輕人。透過呢個頻道，我希望同大家分享礦物鹽療法嘅經驗同埋知識，幫助你同你屋企人提升健康、改善體質。今日我哋要介紹嘅礦物鹽係3號磷酸鐵 Ferrum Phosphate。如果你成日覺得唔夠精神，容易感冒，又或者純粹想提升身體抵抗力，就一定要睇到最後，因為3號磷酸鐵就係身體第一道免疫防線嘅守護者。乜嘢係磷酸鐵呢？喺我哋嘅血液同埋身體所有細胞中都可以發現鐵。喺吸入空氣嘅過程中，存在於紅血細胞中嘅鐵會吸收空氣中嘅氧，以供給身體所有組織。磷酸鐵係所有炎症、新傷口、扭傷同埋流血等第一階段嘅主要治療。佢嘅主要功能係幫助血液吸收氧氣，然後輸送去全身每一個細胞。所以磷酸鐵又有帶氧者嘅稱號。當你缺乏磷酸鐵，身體細胞就會冇足夠氧氣，導致疲倦、無力、注意力難集中、免疫力低下。簡單講，氧氣就係身體自愈系統嘅燃料，而3號磷酸鐵就係輸送氧氣嘅交通工具。邊啲情況要用3號磷酸鐵呢？一、傷風感冒嘅初期，會覺得喉嚨痛、喉嚨痕，或者開始打乞嗤、流鼻水，早啲食3號可以舒緩咳嗽、阻截支氣管炎等症狀，盡早擊退感冒。二、提升免疫力。如果你成日冇精神，容易病，磷酸鐵可以強化免疫細胞功能。小朋友開學前、轉季或者流感季節用特別有效。3、傷口手術後復原。磷酸鐵促進細胞修復，幫助傷口快啲愈合，特別適合手術後使用。好多時3號都會配合4號氯化鉀一齊用。3號磷酸鐵係處理炎症嘅第一階段，不過當紅、腫、熱都退咗，隨之而嚟嘅就係鼻水、鼻涕、痰或者傷口開始滲出一啲黏液，呢啲就係疾病第二階段嘅症狀。所以我哋好多時都會配合4號氯化鉀一齊使用，幫助身體將炎症徹底清除。咁點用呢？如果只係預防階段，可以每日3號、4號各1粒，小朋友出門口、返學前放入口就得。如果一發覺有初起感冒症狀，例如鼻水或者喉嚨痛，即刻3號、4號各1粒，一日3到6次，趁未發病就控制住，越早越好。用家見證，好有效㗎。記得將礦物鹽片劑溶於口中，經兩腮黏膜吸收。6歲以下小朋友份量減半，用紙巾包住1粒礦物鹽，搣一半就得，好方便。除咗食得嘅礦物鹽，3號磷酸鐵仲有軟膏，當有無名腫毒、紅疹、蚊叮蟲咬，按需要搽於患處，好有效。另外，曬太陽灼傷、肌肉發炎、扭傷都可以用。如果你需要照顧長期臥床或者坐輪椅嘅長者，會因為肢體活動減少而導致局部皮膚因為受壓造成潰瘍同埋壞死，又叫壓瘡。清潔好壓瘡嘅部位，然後將3號 cream 搽於患處，輕輕按摩，每日2至3次，幫助舒緩同加快愈合。對於傷口護理，我哋好多時都會連埋11號配合一齊用。3號負責消炎，11號就幫助皮膚再生。記住，礦物鹽唔係西藥，冇副作用，天然又安全。不過幾安全都好，礦物鹽並唔可以代替醫生建議。如果你病情嚴重，就記得要睇醫生啊。如果覺得呢條片有用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， 按下鐘仔同埋留言，分享你嘅睇法或者問題，我哋會盡量回應，做更多好嘅內容俾大家。多謝收睇，下集再見。